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自古以上武闻名全台的平镇，听说当地盛行一种流民拳，是早年客家先民辗转迁移外地时用来强身御敌的拳法。中国以前古时候汉朝有一个叫流民派，流民派下面的有一个流民的拳法，就叫流民拳，叫客家拳的意思，这样就客家人的产品。所以这个客家师跟这个流民拳是一体的。对，你要先练棍、刀、枪、耙，练完之后才舞狮。虽然名字是流民拳，但是拳法一点都不流民。刘师傅强调，要学流民拳，一定要先学会客家舞狮。那老师，我要开始喽。好，右边，嘿，哇，哟，哦，嘿，哦，激战了一会儿。我发现啊，客家师啊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它不是单纯娱乐啊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武功的学问在里面，而且它很多的步伐啊，很多的不管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所有的步骤啊，都跟这个流民拳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刘师傅说，要打好流民拳，就要先练基本功。好，就让我来练练流民拳的基本功。基本功的时候，就是第一个要练腕力，所以要站好马步。练马步，对。哦，是好重哦。对，对，肩，对，哦，就是要抓着这个铅球，慢慢的往上。哦，真的很难转哎，我有练到，我现在全身不止我手，全身都好酸哦。接下来就是练爪力啊，一般弹子是这样练这个爪力，这是练爪力，不是手指爪力。哦，不要给我摔破喽！哦，对，还好老师对我很好，里面没有放水，所以现在我还是可以撑得起来。客家拳是打那个寸劲的，不是对打那寸劲，哇，寸劲啊，练这寸劲。哇，老师打过去是有那个风的那个力道在耶，哇，再打一次，我都感到那个，对，速度要很快。好，你看你的手掌这里，你看。流民拳虽然没有大名气，出起拳来却很吓人。一趟平镇之旅，还没学会流民拳，就被基本功折腾得筋骨涣散。我看我还是乖乖当个背包客吧。